位伫南区大拿路体育场对面，共37个保留地，是大拿大中里面到永华体育园区的主要通道。不过因为占地大，而且欠缺管理，附近经常被人乱停车，而且粪扫佮乱倒。经过当地里长甲里民的反映，议员林美燕上午也是市府干务、环保、交通甲体育等单位来会勘，希望初步调向临时停车场的规划。配合10月份全国运动会，赶伫个7月底进前来铺设完成。这个地方先设置几个流动性的监视器来监控，让这些没有公德心的人能够就是乱丢垃圾的时候，我可以执法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现场也看到有些是报废的汽车。好，报废的汽车，刚刚我们里长也说了，里面因为下雨也很多水跑到里面去，也有结节在里面，避免污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请环保局针对就是没有就是车牌的这些车子，我们要进行贴单，然后脱掉。第二点，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就是公37上面我有分有现有的一些过去有铺设的一些沥青停车场，还有一些就是有草地的这个地方。那因为避免说车子停到我们草皮上面来，所以请公务局加设么字形梯么字形把它围起来，不能让车子停到里面去。剩下的部分已经就是剩下部分配合我们全运，因为停车的需求，所以请公务局也必须要做路面的重铺整理完了以后，我们要求请那个交通局来做规划停车场、停车格、标线，标线，让我们现有的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就是简易的停车场。现场看到除了有事业废弃物、废弃的玻璃甲灯光等，甚至连无挂车牌的游览车、汽车嘛拢乌白停。因此，议员嘛要求公部门要一并处理，希望未来伫个整理完成以后，会用个为地方增设将近100席的临时停车格仔位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